今天一如既往在岛上展现魅力，遇到几个热情的小迷妹，待会萝卜看见。在线竟然没来找我，不对劲，必须去看看。前面不会是小萝卜吧？还真是小萝卜，你最好解释一下这是干嘛？诗诗姐怎么来了？瞧瞧他这啥表情，我就来这个岛溜达溜达，绝对不是来找你的。好吧，那我们走吧。怎么还真走？不行，我必须去看看。忍不了，我得带萝卜走，走，带你上分区。我这是被无视了，我最近是不是哪里没做好？不行，真的有点不甘心。有了，为什么不理我？还不说实话，那就看邮箱；还不说话，那就再看邮箱。哎呀，诗诗姐，理你还不行吗？再敢不理我，就送到你邮箱爆炸为止。